其實係可以不斷改善同增強嘅喎。好多人以為腦退化係一定會發生嘅事，但其實唔係㗎。有研究就發現咧，生活方式對大腦健康嘅影響係超過90%嘅，而基因咧就只係佔唔到7%嘅啫。歡迎返到嚟暢銷書精讀班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關於大腦健康嘅書，叫做《逆齡大腦》，作者 Sanjay Gupta 係神經外科醫生嚟嘅，同時亦都係 CNN 嘅醫學記者。佢細個嗰陣咧，因為見到阿爺中風，親眼睇住佢嘅腦功能突然之間退化，由嗰時開始佢就對大腦產生咗濃厚嘅興趣啦。而佢寫呢本書嘅目的咧，就係想教我哋建立一個更強、更有韌性嘅大腦啦。嗱，講到大腦咧，就唔可以唔提記憶啦。你哋有冇諗過記憶究竟係點樣形成嘅咧？其實記憶嘅形成係有3個步驟嘅。首先係編碼，即係用感官去接收資訊；跟住係儲存，即係將啲資訊擺喺大腦入邊；最後就係提取啦，即係需要用嗰陣就攞翻出嚟用。但係記憶唔係好似一個靜態嘅檔案櫃咁，擺咗入去就唔喐㗎。佢其實係一個動態不斷變化嘅網絡嚟嘅。每次你回憶一件事嗰陣，個記憶都會有少少改變㗎，就好似砌圖咁。大腦會喺唔同地方攞翻唔同嘅碎片，再重新組合成完整嘅畫面俾你睇㗎。講到記憶咧，又唔可以唔識海馬體喎。呢個細個個樣好似海馬嘅結構咧，就係大腦嘅記憶中心嚟嘅。佢會負責將唔同嘅感官體驗整合埋一齊，變成完整嘅記憶㗎。研究發現咧，海馬體越大，你嘅記憶力就越好；而腰圍越粗咧，反而會令海馬體縮細。仲有一樣好得意嘅嘢，記憶原來唔係淨係擺喺大腦入邊同一個地方㗎。當你諗起一隻狗嘅樣啦、名啦、叫聲，又或者係你對佢嘅感覺，全部都係由大腦唔同嘅地方度攞出嚟，再砌翻埋一齊㗎。記憶其實係由成個大腦一齊合作嘅成果嚟嘅。科學家發現大腦有一種好神奇嘅能力，叫做神經可塑性，即係話大腦係可以重塑、重新連接，甚至生長啲新嘅腦細胞出嚟嘅。無論你幾多歲，大腦都可以繼續改變同進步㗎。呢個發現真係好令人振奮啊！因為佢話俾我哋知，想改善大腦永遠都唔會太遲嘅。就算你已經60、70歲，只要肯開始，大腦都可以變得更強、更健康㗎。呢個係科學界近年嚟最重要嘅發現之一啊！如果你問作者做啲乜嘢對大腦最好咧，佢會答你做運動啦。運動係目前唯一被科學證明可以真正改善大腦功能嘅行為活動嚟，唔需要食啲咩補品、玩啲咩遊戲，而係做運動咋。作者建議我哋每個星期最少做150分鐘嘅有氧運動，最理想係每日大約1個鐘啊。運動可以促進新嘅神經元生長，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，改善血糖控制，減少炎症，仲可以增加大腦白質嘅健康添啊。相反，有研究話，如果你長期坐喺度唔喐，大腦係會萎縮嘅。但好消息係，每個鐘頭起身行2分鐘，其實已經好有幫助噶啦。所以千祈唔好成日淨係坐喺度，要記得喐下。作者自己就每日都會做運動啦，無論去到世界邊個角落，佢都會帶住跑鞋同埋泳衣。佢話運動對佢嚟講就好似刷牙咁，係每日都要做嘅事嚟噶。大家有冇諗過退休之後要做啲咩呢？作者就話佢應該永遠都唔會退休啦。有研究發現，延遲退休可以降低認知衰退嘅風險噶。每做多1年嘢，患上腦退化症嘅風險就會降低3.2%。喺日本沖繩甚至冇退休呢個字噶。隨住年紀越大，佢哋仲更加會做多啲唔同嘅嘢添啊。學習新技能對大腦嚟講係特別好嘅，例如係學新嘅語言、學下樂器、玩下攝影。咁重點係要走出舒適圈，做一啲真正有挑戰性嘅嘢啊。至於坊間流行嘅腦力訓練遊戲，效果其實好有限噶。與其玩呢啲遊戲，不如學一樣真正新嘅技能啦。咁樣對大腦仲有益噶。保持你嘅好奇心同埋目標，先係保護大腦嘅秘訣啊！有啲人可能會覺得瞓覺好嘥時間，但其實係俾機會大腦做大掃除啊！瞓覺嗰陣，大腦會清除有害嘅蛋白質，包括一啲同老人痴呆有關嘅蛋白質。人每晚都需要7至8個鐘嘅優質睡眠噶。長期瞓得唔好，大腦入邊嘅垃圾就會越積越多，增加患病嘅風險啦。慢性壓力都會損害海馬體同記憶噶。作者時不時會做下冥想。冥想可以幫佢更加專注同放鬆嘅。仲有啊，唔好成日同時做幾樣嘢喎。作者話要好似外科醫生咁處理你嘅日子，即係每次淨係專注做一件事就夠啦。關於瞓覺，作者建議我哋瞓覺前避免吸收藍光，即係唔好玩電話啊。睡房咧就 keep 住大約15至19度，然後留15分鐘俾自己靜下。呢個係優質睡眠嘅關鍵嚟噶。飲食習慣同樣都對大腦好重要嘅喎。食啲乜嘢先對大腦有益呢？簡單嚟講就係要避開高糖、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嘅食物啦。呢啲嘢會令到血糖波動，增加發炎風險，對大腦冇益噶。仲有一樣好重要但好多人都唔知嘅嘢，腸道健康同大腦健康都係有關聯嘅喎。腸道入邊嘅微生物群會影響你嘅大腦功能，所以食多啲高纖維嘅蔬果對大腦都有好處噶。科學家甚至叫腸道做第2個大腦。大家依家知佢係幾咁重要啦。飲酒方面咧都要適可而止喎，千祈唔好過量啊。總之食得健康啲，大腦就會運作得好啲啦。如果話運動係對大腦最好嘅藥，咁社交連結就係第2樣最重要嘅嘢啦。人係群居嘅動物嚟，我哋係需要同其他人互動嘅。研究發現，面對面嘅互動係最有效嘅喎。視像通話都唔及真人見面咁好噶。社交唔單止可以幫你減壓，仲可以增強免疫系統，降低認知衰退嘅風險，同埋提高大腦嘅可塑性噶。相反，孤獨係腦退化症嘅風險因素嚟。長期孤獨嘅人，大腦衰退得仲快啊。有研究話，孤獨對健康嘅傷害係等於每日吸15支煙咁大鑊啊。
所以記得多啲同朋友、屋企人見面傾下偈，參加下啲社區活動，保持你嘅社交生活。呢啲唔單止可以令你開心啲，仲可以保護你嘅大腦添㗎。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就係最天然嘅腦部保健品啊。腦退化通常分3個階段，早期嘅患者仲可以獨立生活嘅，但會開始唔記得一啲詞語同人名啦，又或者會即刻唔記得啱啱睇過嘅嘢。喺呢個階段，身邊嘅人可能會開始留意到有啲唔對路啦。到咗中期，呢個係最漫長嘅階段嚟嘅，可以維持好多年嘅喎。患者需要更加多嘅照顧，可能會有啲情緒變化咁啦，有時會唔記得自己嘅地址同電話啦，或者會將講過嘅嘢不斷重複咁。到晚期嗰陣，佢哋會需要全天候嘅照顧，冇咗一啲基本嘅能力，包括行路啦、坐啦，甚至係吞嘢食嘅能力都會冇埋。如果想知自己或者身邊嘅人有冇腦退化症，你可以留意下有冇下邊呢啲徵兆嘅，包括係冇記性啦、性格改變、怕咗同人社交、會將啲重要嘢亂咁擺、做熟悉嘅事都會變得困難咁，仲會搞錯啲時間或者地點、判斷力會變差、溝通變得困難、視力會產生變化，同埋可能會冇辦法解決問題添啊！如果你或者身邊嘅人有呢啲徵兆，就要盡快睇醫生啦。如果你要照顧患上腦退化嘅屋企人，咁你都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啊！照顧腦退化症患者嘅人，自己患腦退化症嘅風險係一般人嘅6倍啊！佢哋被稱為隱形嘅第2個病人。長期照顧病患帶嚟嘅壓力、孤獨同埋抑鬱都會損害照顧者自己嘅健康㗎，所以照顧者一定要記住照顧好自己，要接受其他人嘅幫助，每日留返啲時間俾自己休息下，仲要保持自己嘅運動同社交啊。最緊要係提前做好法律同財務嘅規劃啊，趁患者仲有能力嗰陣就商量好將來嘅嘢要點安排。如果患者出現妄想又或者係幻覺，記得記錄低具體嘅情況，同醫生商量下要點樣處理啊。最後作者想話俾大家知，未來係充滿希望嘅，科學進步得好快，疫苗同新嘅療法都不斷有人研究緊。佢相信喺未來嘅10至20年之內就會有重大嘅突破㗎喇。但係就算依家仲未有治癒腦退化嘅方法，預防仍然係大家最強大嘅武器嚟嘅。健康嘅生活方式可以延遲發病機會，仲可以減輕症狀添㗎。認知衰退唔係必然嘅，只要透過運動、學習、優質嘅睡眠、飲食同埋社交呢5大支柱，任何年齡都可以建立更強同更敏銳嘅大腦㗎。大家一齊由今日開始建立良好嘅習慣，一齊預防腦退化啦！